离自世界大战了后，日本海军留伫咧新竹的第6燃料厂，2014年登录做历史建筑。阳明交通大学自2018年进行着燃料厂的自站计划，希望用技术加历史的角度，向大家绍介过去的故事。用地图画出第6燃料厂所在的区域，参新竹市民平常时的生活有啥物牵连？佮利用多媒体讲故事的方式。希望带民众找出过去的记忆。经过新竹的科学园区，然后就到这个阳明交大的竹湖。那我们都知道，其实阳明交大就在这个六燃的这个边角上。可是再往前走，就到了清华大学的成功湖。清华大学的成功湖其实就是在2战时期的所谓的日本海军第6燃料厂的这个整个的腹地里面。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指出，燃料厂参新竹科学园区其实有真密切的关系。当年厂区所在的范围，就是即马连接新竹市中心参科学园区的主要道路用地，会使讲是见证台湾经济实力发展。大烟囱厂房现在正在整修，那未来整个场域会是新竹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等于是再造历史现场的活化的计划。那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众，他可以共同来参与，共同来关注这个公共的议题。这摆展览是以第6燃料厂大烟囱厂房做主角，希望透过艺术的方式，让民众了解过去时代的转变。展览在阳明交通大学艺文中心。展出到7月20日为止。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